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唔知影大家敢有在食早顿？早顿拢食啥？今仔日 Lisa 就是要来甲大家介绍早顿。那我有时阵会知会食糜，即个嘛有人读做糜甲糜哦。大家食糜拢配啥？我个人是会煎一粒卵包来配豆乳、笋干、咸卵，我嘛真兴。其他会当配的物件阁有火腿酱、豆枣、面体、肉酥、土豆、鱼脯仔遮的物件。毋知影大家拢会配啥呢？好，早顿除了食糜以外，早顿店嘛有卖真侪早顿，亲像熟芳糕、马铃薯饼、饭圆、卵饼、葱仔饼，遮的我拢介意食。其他阁有亲像美国挂包、沙拉、铁板面、菜头粿、油炸粿嘛袂歹啦。大家去早顿店拢会点啥呢？好，除了遮大家较熟悉的早顿以外，台湾四界阁有真侪特殊的早顿，遐的在地人嘛有因家己的食食文化。即摆 Lisa 就来介绍互大家知，大家若是有去嘛会当试看卖在地人是安怎食的哦。我先打话头，在地人嘛无一定拢安尼食，个人有个人的口味甲惯势，所以请大家手洗牙悬，若是讲了无斗搭，莫甲我骂哦。好，第一个是马祖，因会知会食鼎鼻糊，嘛有人会食咸公饼。第二个是金门，因会知会食广东糜，嘛有人会食煎咸粿。第三个是咱的台湾头家人，因会知会食葱仔饼加扁食汤。第四个是新竹，因会知会食肉圆加骨力肉汤，嘛有人会食鸭肉饭。第五个是台中，因会知会食炒面加猪血汤，嘛有人会食大面筋。第六个是彰化，因会知嘛会食肉圆，有人嘛会食控肉饭。第七个是云林，因会知会食煎盘粿，嘛有人会食面线糊。第八个是嘉义，因会知会食卤色肉，嘛有人会食因遐上有名的火鸡肉饭。第九个台南，因会知会食咸糜，嘛有人会食杀肉鱼汤。第十个屏东，因会知会食肉粿，嘛有人会食饭汤。看了大家敢有一个疑问？是安怎早顿要食遮个物件？遮个物件敢毋是中昼暗顿在食的？有的人，尤其是较早农业时代，因下早仔就会食遮个物件，是因为因的工课较粗重，若下早仔无食好饱，就无气力通好做工课啊。好，以上就是咱即摆介绍的早顿。毋知影大家下早仔拢介意食啥？拢欢迎留言甲我分享哦。偷偷甲大家讲，我有时阵下早仔会食卫烧意面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是介我影片卖我去让大家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我直接电话了，会帮你另外你看到小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到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